去割什么？我不是割，我是去缝双眼皮，缝的好美哦，真的。你是缝的，我是割的。你应该很小就割了。真帅啊，真帅，真衰。哎呀，感觉糖豆，你糖到真衰，听到真衰，我真的听到是真切，没有真切没有，真衰没有。哦，真的哈。心路开哟，莫从我的心上，闹热打你腿，闹热冲下来。同情朋友，哎，大家好，我係羅世峰哈。我係真啊，大家好。今日共用係特別計劃，金曲 PK 賽。係啊，所以有請到安尼特別來賓啊，哈，來到6位啊，每場有上了有獎，現在上了有10文呢，係安尼6位參賽朋友，6位參賽朋友，分咗兩吹。你頭前係鬧熱吹，後背係擂台吹。係啊，哈，比賽這個有競爭嘛，有競爭就會產生獎金嘛，對，充點來的。對，贏嘅有1萬元喏，1萬元。好嗨哦，好嗨哦！就是要這樣，就是要這樣。係啊，你大禮拜都送錢出去。沒，這個比賽呢，一定要搶到安尼優秀的評審老師。專業的欣賞。對，有搶那個 TV。有攝影欣賞，氣質位欣賞，攝影欣賞。哎呀，肖老師很久不見了，對，有冇關到？他是我們客家界的蕭煌奇啊。對，你是我的眼。中國可以用暗後堂，對呀，而且他的這個歌曲代表作，也好幾首，對啊，你看該替作詞作曲的也在這邊幫他寫出那曠世巨作。是，對呀，這個我們客家的貢獻沒比上的太啊。對呀，可能感情某親後中間還要隔一個老師。是這樣子。是不是？好像是哦，感覺是這樣哈。你有作為隔板的感覺？王跟後嘛。哦，一王一後，所以你是我是又王又後。你是小徐子，小徐子可以。好了，那馬上進行比賽了哈。哎呀，先搶到鬧熱吹嘅，鬧熱吹嘅陳子怡帶來飛燕傳情。來，躺下啦。
上太感，哎，永必祝子4颖年后，后，来，这个我就是活了50几年了哈，我第一次看到探狗可以结合这个舞蹈，还知道精神期，很好玩的，它算是一个很易结合，哎，是，不会凶斗哎，这因为要这种相反啊，因为上次在学校就是有跳这支舞，然后也是用类似的音乐，用探狗的音乐吗？因为有一首闽南语歌曲跟我的这个节奏很像，然后就有跳。真的啊！哎呦，你什么学校？马该好搞。我现在读庄敬高职。庄敬是在那个新店那大呀？没有，我读永和校区。永和校区。哎呦。现在学校也走比较传统的路线。跟某一天啊，给丢可能马该舞头。还有民俗舞，很多什么舞蹈都要学吧？对。那他怎么会用这个舞蹈去结合探狗的东西？奇怪。因为我们的永和校区是有国标队，然后加上那个民俗舞蹈就会结合在一起。对，要加民俗舞蹈。因为我们有那个公民训练，就会全部结合在一起，然后那个音乐就有对。我觉得很有趣，对，不会凶斗，因为平常国标可能就是很正确，就是很正确就配这样的音乐，周安勇，结果给老俩总跟民族跟舞头，民族舞蹈很有趣，搞不好这一段会被剪接下来，对，然后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也不一定，希望大家觉得这怎么那么奇特？搭配民族舞蹈，对呀，开创新发现，你就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声量变高，东南讲啊，东南宫对不对？就像蛤蟆老师这样然后大家现在大家都不记得他叫尤兆奇，对呀，都叫他蛤蟆老师了，对不对？蛤蟆老师，对啊，龙潭都要找他当代言人了。是，对，谈一下欣赏的公平了。老师好，那个知宇哈，刚才叫我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你，没想到，因为以前看你些哈，我俩有学过了哈，你又他讲哈，那中国的部分呢，我以前印象人家中国的实力哈。从给你冲了有一点的落差，给最大的原因嘛概念，可能你要特别注意哈，就讲你实力很不错，舞蹈也很完整，然后在唱歌的搭配的部分呢哈，可能在这个类似在画圈圈或者部分哦，这是我们在训练一个歌手哈，特别要求的，要注意的，就是你的舞蹈哈要干嘛？要设计过才有办法配合歌曲。因为你要重点的落点的音的部分哈，我特别发现有8嗓哎，你要读多少个重音的重点都在画圈圈。所以那部分就人家训练一下歌手或者唱跳或是选有类似节奏性的国 Q 的时间，特别注意，就是你那国 Q 的重点一定要落点。冇落点的时间有冇哈？读后你要动作是一个转身，你要讲你要把 can 那样部分的哈，你会把你身体的声音哦单元器给删掉。其实你规则表演哈，动好宽，但动可惜就讲你的嗓音出唔来。好嘛，你部分特别本的提醒你一下，在未来的表演要特别注意啊，因为表现的懂哈，好，继续努力，是吗？谢谢老师。我不懂啊，这个是新的创意。对啊，谁说一定要这样？对呀，好的，看一下改个分数。看一下陈子毅给分数。96.3，6.3，恭喜，好，太棒了哈！希望下一次如果尤酱你来哈，再看有没有什么不同创意新的步数来，好不好？会有更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分享。就是要这样，等你画押，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，好，颠覆传统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了，回到消息。好来，沙來擂台出嘅廖志豪帶來泰州西用，來同我啦。要記泰州條，來門閘鋪啊閘鋪，做乜街也記做條安泰，閘鋪講泰州好本色，泰州長住地
家太祖条，来问吃婆吃婆啊吃婆，抓下银按手，做嘛该做条按台，吃婆讲太祖好势用，势做主得路，本银生。银按手，做按台，台做使用，台做使用，台做使用，菜嘅地马上。银按手，做按台，台做使用，台做使用，等伊掠到全部卡，台做长出得多。减放，做着安泰唔是宽高，当然给天寒慢讲，你会糖豆乒乒乓乓，听爱炸破粉注释，无限七彩喷入网络，牙坤都木甜甜，就是绿豆贵神风，炸破木卡，又给太做条，爱问炸破炸破啊炸破，做嘛该，也给做条安泰。家婆讲太祖好管事，太祖长子得道，本银生。家婆福下又给太祖条，爱问家婆家婆啊家婆，抓下银按手，做嘛该做条按台。家婆讲太祖好势用，势做主唔得路，本银生。银按手，做按台，太祖使用，太祖使用，太祖使用，菜嘅地马上。银按手，做按台。太祖使用，太祖使用，等伊掠到全部卡，太祖长出得道，本银生。天公啊，落水哦，哦，天公啊，落水哦。神蒙太家，志宏，哎呀，志宏啊，用力支持你哈。对，那啲安尼节目状态比小朋友的啊，慎重嘅，哎，也已经好上起来啊，一路在是少年郎，啊，17歲17歲哦，17讀高歲。中。嘿，高中1年生，高中1年生，哎呀，我这样是，我们17岁就出头呀。我17岁我就出来参加歌唱比赛，出来就大红特红了。也没有啦，只是因为那时候跟运气后，那时候只有3台电视台而已，所以大家的 focus 就比较专注在这3台上。对啊，我从俩他给媒体按天师台按多，几啊北台，一盘按多，那个这些影音平台，对啊，所以你要窜出头，真的那个真的是。那个要真的是祖先保佑啊！某一次都俩他很轻逢啊，那就是实力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你觉得我有实力？有啊，是啊，有啊，是啊，有没有？会让你学习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只是运气好。对啊，老天爷也是啊，老天爷给饭吃啦，真的啦，运气。两毛简单。对啊，希望你看把行2条路没玩简单，可以多多学习，会多多学习，会大家来照顾爱。唐公俩他唔单枪嘿。大音本来大锣鼓啊，爱演呢。哎呀，佢哋啊好性嘅樂器哦。哎呦，係好嘛嘅。大家就有他突破啊，他突破。平常時會讀書啊，啊，大家有閒就會學貝斯。貝斯，哎呦，哎，中式的學完以後，現在學貝斯。西式貝斯。哎呦，我們的貝斯雖然都好像感覺很低調，但是它是非常清麗會貝斯。
老师有在这边哦，你没事，你就不要待在楼下，就来偷偷看他，要问一下老师，那个怎么样？老师都很愿意的，对啊，他心肠很好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只要付给钱给他这样，对，只有口一谢谢，就某嘛问题。对，其实这就是我们要学习，就是要多去请教了。懂眼，你必然领专业的人士，真的。有用，做中学，学中做。是。好，来，我们请这位老师。我知道，因为我認識佢嘅時節吼，佢係傳統族，聲音嘅真係細聲音嘅，佢當有禮貌哦。我家陣真見嘅看佢，T8看佢唱流行歌曲，我真的感覺到當時羅大哥有沒有17歲、18歲那個台演，人講嘅。單純的台演，然後唱流行歌曲的時間，我覺得你的節奏感很好，你嘅節拍感真係當好，然後唱歌又有自己嘅咪西，可能你要開始來唱流行歌，攏以前唱傳統冇強要，我覺得能夠有基本功，咁到咗來唱流行歌曲，我知道你能把導堂地位其他流行歌曲，你要自己有練樂器嘛，我知道後面你可能會有不同的發展，我覺得蠻好的。之後等候看表演有一種很純粹感，我想到講，這個以前練歌的時節，也係講練樂器的時節，這種初心，你要保持這個初心，好不好？我加油哦！我之後等候看他表演，沈夢儀，沈夢先生，好，來看一下兩個本書，來，之後嘅本書。你誰疼愛國家？你去割什麼？我不是割，我是去縫雙眼皮，縫得好美哦，真的。你是縫的，我是割的。應該很小就割了。來，看一下兩個本書，來，之後嘅本書。哎呦，哇！沈夢先生，係啊。本書以後啊，恭喜啊！96.7分哦，請過分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沈夢，好的，回這消息，好了，殺了我弄一吹城門口帶來，純屬就會名到一個。好嘞，躺回來啊。小定出鏡咧，你咧高定懶得咧，別意變得唔記得咧。小定出鏡咧，你咧高定懶得咧，別意變得唔記得咧。
歌金阿姐，完美，清醒的狗哎，哇，超颇会，哇，厉害了，好真的。厉害。对，只是说为什么你跟毕业的衣服，对跟他是同学呀？你们这个唱歌一定要有不同的有 cosplay 是不冇，是？因为我猜要一餐美，就是好搞会发放那个可以租学士服，因为我要他太后新年生，然后搞会就是发放衣服嘛，然后我就租了学士服。他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毕业，然后就先发。就算你要延毕，你也有学士服。哎呦，可以拍照，对，可以租来拍照。不说我就想讲，我一天要做一件事情，很爱去改个梦想，就会穿着学士服，然后去做一件事情。也不能爱个想法很按用啊，我会主持个时间有一阵很爱主持家年个一阵发通。我想讲就是在我毕业这一年，那我就是穿着学士服去主持，也不很按用想，不过出门家行爱就想到啊。唔記得帶，也就想講我一定要做亞片事情，不是我就來亞片，我就沒去本次個一個畢業典禮的感覺，因為我才農業大擂台畢業差不多沒10年嘞，不是我就會給自己一個期許，希望接下來10年也是繼續往前衝。哇，要不然去教會也可以穿這一套，有點像，對，有點像，對，追思會應該也可以吧？追思會要把這個拿起來，不一樣。拿起來，對，這個畢業以後一定就是發前途無量，我覺得真的好，加油！係，那位先生咧，唱小雲先生，係，免叫，伊老輩哈歷練回來無窮樣，真緊。我講嘢缺點啊，真係通唔到啦，通唔到，今日就講優點啦哈。你那個推氣的那個力道，哦，聽起來好美哦，還有那個欣賞。做得很好，什麼欣賞？你唱歌的律動和動作，真的。像剛前一邊都自豪的嘛，你可以攞佢學習一下。然後自豪跟樹果在中間的時候，動作律動要跟上你的身體。如果佢冇那個律動，如果加上那個重音，哇，很好。沈蒙太看，什麼欣賞？什麼欣賞？真的，孟橋來看一下。看下陳門橋嘅分數。哇！什麼欣賞？67.7，这个太高分了。你会不会压力太了？没，好棒哦你！什麼太高？這首歌真的唱得太完美了。其實亞述歌曲現亞述歌曲沒還有就是有一點點私心，因為其實它前奏是用貝多芬的那個月光奏鳴曲，才鄧紫棋跟歌曲底部都沒有出現過。我說一堂都前奏，對我聽到前奏就覺得哦，這真的是我很喜歡的感覺，是喬穎姐姐的創作。是，很棒，他很喜歡鄧紫棋。對，喬穎跟你的味道也不太一樣，她聲音比較甜吶。對，她甜一些嘞。啊，你的口氣你又不一樣，那個真的感覺。不過都唱得很棒，都很棒，都很棒。好，謝謝，謝謝，好，加油哎！祝你順利畢業哈。對，好，沙下來，沙落喺擂台出劉美玲帶來嘅紙嘢喂。好嚟堂噶啦。你say tháng ngày của ca vẫn yêu phụ tử và tên thiên con cái xe ngày hè nghi su hồng nghe tự do nghe tiếng Nam phố永出現呢，愛愛強鬆逼，你個唔怕，聽聽嘅戲，你個唔怕，放半嘅戲。更顯得歐拉，
тем风，有我心爱无的铁路，爱搁不怕，永不爱去，爱搁不怕，记得路愈可贵。在风的世界，前方高比，前方的世界，前方的世界。站来看你。谢谢。美美的美玲，你看。因为爱有气质，今天好气质哦。真的，你去割什么？我不是割，我是去缝双眼皮，缝双眼皮，缝的好美哦，真的，眼神很有你对不对？有缝哦。我有缝啊，你本来是单眼皮的，我本来是内双，我本来每次上节目都是贴的哦，然后每次化妆师就是会贴，然后又撕，然后又贴又撕又挤。你是刷技术不好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我的眼睛的那个条件就是比较不 OK，所以会不对称，很难调整到一样的。对对对。但是不是贴久了就可能会比较自己有一个对啊，可是就内双啊，如果没有贴，我的眼线就吃进去了。哎呦，他还年轻啦，像我们这种老的贴一贴，他可他就会自己一层出来，自动垂出来。眼睛啊，特别没单眼皮啊，嘿嘿嘿，我以前很单呢，现在不会，现在他很黑呢，他就对啊，我有一次碰到那个谁，兴隆，同一个电梯，他就一直看我这样，看，我说你一直看我干嘛？他说罗大哥。哪里割的？我什么哪里割的？对啊，告诉我哪里割的啦？对啊，你是缝的，我是割的。应该很小就割了。对啊，我说没有啦，我没有啦，我就叫岁月整形外科。哦，就是它就随着岁月，它就掉下来，然后就变成双眼皮。有没有上眼皮就老了，然后它就掉下来就变双眼皮了。很不错啊，这样蛮好的。因为很多人也以为我有去割，其实没有，没有哈，真的没有，不像割的啊，不太像。割的这间医院应该生意很好。我割的地方你们看不到，不想知道。下一个目标是手臂和腿，继续瘦是不是？尤兆奇老师跟我说，还要再瘦3-4公斤，是吧？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再瘦？他自己胖成这样子，你还要叫人家瘦？为什么还要再瘦3-4公斤？没给哈，因为哈美玲哈跟我们一般传统客家的某穷腰，你发现哈，要用3年来，他是不是整个都变化了？不止女大18变，他整个人的形、整个人的 feel 都某穷腰啊，是吧？事实上。就给他自己的内心有在改变嘛，那只是说外表还没有跟上嘛。没有，他其实现在很有艺人气息啊。对，整个艺人都有啊。对，这艺人气息，然后就给他形象各方看过去哈，就唱歌的部分，底下客家歌的部分。客家歌曲那部分，他进步很多嘛，进步很多。不过在客家歌曲那部分里面，吸烟呢，就律动就是往下嘛，所以他没法度，里面客家人。正常的发音给无法度来掌握，那么还有通过去唱给国语啊，还有给西洋的哈，这样流动性浓厚。真的懂厉害。对。那因为讲他在这个客家嘅发音那部分，告诉讲这里拿到这个所谓的比较下胸这个比较低频那部分了哈，因为他都浮起来嘛。
那对规则的客家给唱个客家歌个 feel 会冇共用。哦，那因为我有时他有门级嘛，他也会唱别的语言嘛。桂语啊，尤其西洋歌，他唱的反而比客家歌好。原因就是在发音那部分嘛。然后比如说在舞蹈的部分，因为它的律动点非常强嘛。哦，所以说如果腿再瘦个1-2寸的话，不会啊，遮起来。当然不能跟吉娜姐比啊，吉娜姐的 feel 是不一样的。吉娜姐是怎么一上台就可以杀死很多人？对，她律动，所以我蛮看好美玲给大家整个 feel， 还有唱歌的技巧，还有心态哈，都蛮接近艺人的一个 feel 了哈。我觉得再继续努力哈，加油！对，我们站在舞台上就是要要有一些职业道德啦。来看几个分数。好，看一下刘美玲的分数。棒！97分。加油！马来西亚的这个歌手真的都很杰出。好，加油！这个谢谢，谢谢。好来，撒下来呢？撒下来是农业区的刘基带来两体相思。天当一轮明月光。秋林老师懂腔啊，刚才化妆间我们一个，你还搞几多版？是个人版哦，阿妹偶尔是个人版，你还先搞8版啊，都拄唔掉，真係懂腔。就像只要斷了線，今生相識心聲悠遠，莫說再見已去別戀。思念你一遍又一遍，愛你的心永不變。相思诉苦间，想你的心，何时能再现？就像只要斷了線，今生相識心聲悠遠，莫說再見已去別戀。思念你一遍又一遍，愛你的心永不變。相思诉苦间，想你的心，何时能再现？心永不變，兩體相思訴苦間，想你的心，何時能再現？
什么太极卡？哎呀呀！第一个你主持你这个是太加好。最近業績有較好嘛？當好，當好，太傳奇疫情動，買睇動過唄。真的啊，係啊，真的當好。哦喲，疫情趨緩咧，而家唔敢買貨，全部出來買。所以真的當好。哎呦，房市非常的熱絡，房市非常的熱絡。不錯不錯。你啊，唐公你摸誒，係我講，你生意會講下冇？當排聲，其實我摸以後冇乜會講客家話。我上班無閒，所以我多卡親手搞幾講客家話。唔是排聲，我生意咩唔有講。所以講我大師傅，大名師傅，大師傅啦，我冇撈佢搞。佢會講意思咧，學教育學嘅冇教學，佢是學仲係學第一位添。不過佢真厲害，用辦厲害。佢也係台北嘅學教學。去參加呢台北市嘅行義朗讀比賽。哎呦，唔可以講客家話呢，一隻詩按你練了，用配起來，佢拿到台北市嘅第一名。很讚哦，真勁當厲害。兩三年比賽，沒有33，至少有前3名。台北市至少有23比賽，特紮學校嘅第一名嘅選手去比賽。哇！台北市嘅小學第一名，每個小學第一名去比賽啊！可以啦，而家學校嘅第一名咩？哇！所以就台北嘅學校去比賽。哇！不過嗬，我出家啦，我出家，差唔多10年前嘅時候，我去參加台北市嘅沙飛組嘅行義朗讀比賽。我出家，沒有參加，我有，我出家拿到沙飛組嘅台北市嘅第一名。哎呦！我係台北嘅，你台北市，我喺台北市嘅選手，台北市參加全國嘅比賽。不過全國我都冇拿到名次。所以我出家啲我意思講，我出家學朗讀比賽，我啲講嘅朗讀嗬，雖然客家人係呢人多。青島嘅牛屎嗬，你唔你熬到千隻。我出家喺客家人，我去朗讀比賽，我一篇嗬，我咪會10隻地方，你唔錯嘅。係啊，唔先攞個人出家嘅那一篇本人咪強有。冇按鍵，冇按鍵，所以我講唔可以講客家話，不過佢按認真可以拿到第一名。所以我有你的真傳。沒，我睇下邊個人阿媽嚟講，花朵美。爸爸嗬，真的以你為榮，哇！以你為榮，真的很厲害，加油！真的有得到爸爸的真傳。小學4年級，是太厲害了。阿元就有心情繼續學我做專業真的要搞佢講客家話，同佢講，家大追鼓，就是大家講多一種語言就多一個機會咩？對啊，我們冇想到講，我要講，因為我係客家人，我要講客，我就做一啲客家電視台服務，本來啲學習，唔多啲啊！你主持10多年，唔多啲嘅，係啊，18年，而家講真，放眼望去，其實18年的節目在電視台好像很少誒，基本上。嘅金鐘獎應該頒人最佳貢獻給我們啦，係冇？我還沒那麼老。給羅哥，冇係節目啦，頒本節目啦。即係咩？真主要感謝人哋鄉親朋友啦，真係大家支持人家的節目。誒，就突然間節目已經咁嘅關係，係咪？啊，冇看到我，就感覺幾禮拜乜嘅事情冇做到，對啊，種感覺。係啊，一當感謝啦，一節目一批判都當到，安尼客家嘅鄉親朋友老人家喺度，本家有事做啊，係啊，要流行歌，要傳統嘅，6點到7點嘅樣式，至少佢一坐低嚟看到節目，歡歡喜喜、快快樂樂。係啊，難做到看到很多嘅小朋友從細來比賽，多啲下眼睇咧，仲嘅 mental。對呀，又看到這麼多這個在我們節目當中這樣脫穎而出的呀，都亞洲人的傳承啊，真的，其實看到就覺得哇，與有榮焉，真的非常棒，非常棒。來，重提來談一下。唱這位先生。劉太國很好哈，我想電視機頭前一天有當然唱劉太國安樣見嘅，自家唔可以講客家話，自家聲音其實唔可以講嘅。你出當好嘅示範咯，朗讀比賽你一定名嘅，佢有信心嘅，你撒下來出去教人冇嘢唱歌嘅。
哦，我相信哦，一定有机会。我们亲子组啊，表演还没当好，朋友们做的第2位，这个学到喊那个客家话，喊那个客家歌。我知道天时嘅条件呢，不管係爸爸媽媽呀、阿公阿婆用呢個方法，我知道當好。我當陣講唱歌嘅，我知道啊，特別嚟特別 KY 時間。當到啲2位比賽出嘅選手，不管過幾多年，唱傳統也好，唱流行也好，各個嘅選手實力都非常好。你有發現嗎？佢哋嗰種時訓練也好，比賽嘅經驗也好，佢都留啲佢自己嘅身體裏邊，叫身體記憶。你看像劉太公唱過，留記憶啊，記憶是不是？你懂我，你懂我。一開始唱過佢都當背，它就是一個表演。眼神、動作、唱的每一句，不管係感情、咬絲各方面都飽滿哦。從頭到尾，最後是一個很完整的表演。我知道你喺第2位出戲嘅，不管喺乜個組，不管有沒有得獎，第2位經過了洗禮之後，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。故所講，我應該算係第2拜、第3拜聽劉太國唱歌，我覺得他都沒有，他也真的就是寶到位了。而且每一個字都很到位哦，每一句的感情都很到位。我知道當好看的表演，接來啦，下拜突然冇來，趕忙咩都得啦。趕忙認識其他小朋友，好，我知道每日機會，好嘛？什麼嘢啊？好，謝謝，喺度看一下2個分數咯。好，嚟，看一下劉基嘅分數。好，讚，67分，謝，哇，厲害呢！97分呀，分數真的非常的高，對啊，加油！希望你的業績也越來越好。好，謝謝。那小孩的課語講得越來越好，好不好？待了。安這些，來回做升旗，好來沙下來呢？沙來，親密一位擂台吹嘅了球領帶來阿妹嘅心房。來躺下啦嚇。在明天，就从
好，师梦台。廖老师你好，天哦，廖老师现在也是桃李满天下啊。哎呀，学生的懂多呀。还好，大中小。高一多班。4个学校，4个学校，然后还有歌唱班，5个歌唱班。哇，你看多厉害，对，而且他不止教，还要自己还要更精进，那疫情的关系，我就去进修，去中央大学上一些戏曲的课程，还有因为疫情嘛，还没有上课，我就学乐器，我就学萨克斯风，因为。我觉得萨克斯风很少吹客家歌，我又是客家人哦，所以我有一个团队，有2个团队哦。那团长说啊，你是客家人，他又是团长又是客家人，是我们一起。他说不然我们来吹吹客家歌，我就吃宽呢，吃宽。我觉得我每次下去表演，我就配合我们客家的歌跟萨克斯风。合并结合，觉得也很好听啊。泛音今后就所以故说暑假都疫情这段时间，我就去多学的乐器方面，然后到学校中央大学有客家书院去上课程。那你练完以后，你另外一半有没有觉得很开心的？那应该是啦，因为我很忙啦，因为吹萨克斯风会就那个。肺活量，肺活量。其实每个人都觉得说，我吹萨克斯风一定要肺活量。其实唔系呢，你看买当题，演的都是用丹田跟唱国的腔用，我喜欢懂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社大全国人这么爱吹萨克斯风。社大。社会大学都有萨克斯风，都是一些退休的人员。大家认为说用肺活量，其实不是呢，还是用丹田。然后你会看一点，还是要技巧了。对，还是要看一些乐谱乐理，然后利用你唱歌丹田的力量吹出来。他还是要学那好像循环换气那种。对，就是力气不用很大就可以吹很美的声音。大家都认为肺活量很大，其实唔系。错，对，按唐一下给肖老师哈。给头摆给没懂我盆。我们秋玲老师懂腔啊，刚刚化妆间我们一讲，你还搞几多班？10个人班真的。阿妹10个人班，还先搞8班啊，都拄唔掉。哎呦，声音懂腔。全部本家冲退去啊。系啊，而家全部用也得，咁咪有搞。基本你表现的唔係講唔好啊。好，大家看到分數冇學到啊。因為也係國文問題，我們歌曲可能起承轉合，佢冇按起伏跟那個高潮嘛疊起來呢，國文較平，你想要表現唔出你嘅實力。哎呦，我還有一點就是可能要灌火場的嘛，那個有一個地方附點的地方，龍啊夢你隔壁有附點的地方，好像你3次唱的都一樣。有一點點那個拍子跑掉了。灌火場咪嗰個衝衝啊，大家要轉呢。嗰時候你可能跳緊張哎。你整首歌衝起來都是很平穩的啦。好，謝謝。謝啦，謝謝。對，時間較急啦。好啦，來看一下佢嘅分數。看一下廖秋玲嘅分數。哎呦，還沒做對啦，96個，那一直抗贏啊，撈到幾多分呢？是啊，希望廖老師能夠再繼續哈，推廣客家歌謠啦哈，傳承下去。謝謝，好，謝謝安之C，謝謝回頭休息。好啦，分數統計出來啦。你嘅腦一吹係291分，擂台吹係290分，恭喜腦一吹！哇！一班人獎金啊！哎呀，恭喜啦！係啊，好，安尼也好搞啦，比賽哈，雖然沒那個真實比賽，但是就會好搞，知道哈？呀，流行歌曲組比的咧，當一下傳統組嘅比賽。1000流水來客啊！好重好，好重好。兩位主持人好，好重。沒有跟着老嘅聽嘅有兩瓶很給學長。超年輕。他剛好演給學長。交通大學。我只是想沾光。
传统族的金曲你可以说，这分两吹，系啊，分做两吹，前面一吹，脑叶吹，后尾细妹就系擂台吹，男生女生对，哎呦，这现在都什么变啊？老人家都还有让人变，我们按用户那种部分欣赏模仿来比赛一定要抢欣赏嘛。当然。好，来介绍我来，好来。好，曾民族欣赏，恰奇鬼欣赏，凤凤族欣赏。好啦，这个有请啊，老热吹的。先有请老热吹的陈登都带来片版。来，看看啦。精神难好，真的，今年这都几港的哈，今年85岁，唐公已经四胎同4代同堂，曾孙都有了。做3-4面阿太，做阿太咧。跟廿千岁孙安尼生嘛迄度说，真细来讲嘛，以下来讲有
5歲，5歲，啊，較太什麼咧？哦，較太嘅啊，係啊，骨種了，骨種，我嘅啦，我順啊，我嘅嚟講吧，也都較5歲，佢加幾年咧？你加幾年唔只用5胎？係哦，好命哦，希望，仲愛健康，健康。但是如果會創嚟講，我相信會健康。對，所以有經過研究嘛，創國嘅個身體健康嘅第一名啊。哦，真健康。係啊，比如跑步啦、運動啊。因為嗬，歡喜就會創。但係講我哋創國嚟講嗬，實在哦，相對嚟講嗬，天神之。先歡喜，喜怒哀樂都有得到。對，人家用看用一創國嘅迄陣咧，人個鄉里來講啊，創國本他個堂啊。係啊，咩搞平最近嘅嗬，就是當講嗬。對啊，當好啊。政府誒，你就主辦嗬，長青地點，65歲以上嘅有冇？長青係啊。長青哦。長青地點如果嗬。65歲以上嘅政府有判，啲老人家65歲以上嘅呢，佢都可以講嗬來報名來了，對講話從下睇時間兒童通樂。哦，從樂齡發通啊，用樂齡老人家啦。按怎麼上面表演創國本他個堂？沒有，沒表演哦。但是啊，佢講啊，我想帶動創國老人家，要請他帶動那些嚟講吧，嗬，再有一都打電話過來，打電話過來講，你有什麼資格嗎？哦，可以帶動哈，他們唱歌嗎？你有什麼專長？他都說，那個第一，我有薪傳師。哦，薪傳師。第二，熱鬧大擂台20關 ，OK， 不要講了，好了 ，OK， 非常歡迎。隨時嚟講嘛，收費機、消費就嚟講就 OK， 冇問題，冇問題。金字招牌拿出來，有涵蓋，有啊。最後嚟講哈，都帶動咗老人家。真的呀。目前嚟講吧，有帶3班。3班了，拜日到拜3到拜4，我帶動以後，但是我係三台調出身，但是帶老人家嗬，從三台調嗬冇按改，帶嚟講幾樣嘢嚟講啊，後年嗬都帶10台嘢，伊講啊要求講老師，我要唱流行歌，我講 OK， 然後流行歌佢都靠到。介都唔係流行歌嘅人用吉神咯，流行歌呀，結果就講係夠2-3年嚟講嘅流行歌都也係冇搞睇。哦，流行歌都係唱緊啲真民族欣賞，民族欣賞對嘛？佢流行歌咧對人來講呢個冇乜問題，你搞咁多啊嚇。電都欣賞啊嗬，今日嗬，因為佢養生之道做到清楚，嗬，養生之道，冇繞冇見，不疾不徐，佢做佢講佢嘅。嗬，呢啲都有旁順嘅人已經嗬當初級嚟啦，對啊，嗬，但是佢冇了見，所以啲係佢嘅養生之道，嗬，你啊健康係有佢嘅優良嘅啦，嗬，所以講今日佢創啲平板山歌。牛市行強周潤全部做到清好，雖然講人多歲咧，稀啲啦，韓國呢老人家會有講嘅長壽啊，會受苦，會有講嘅老年嘅傷啊，但是佢冇影響到，嘿，在佢嘅身上還看唔到，看佢今日做了一些那幾種錯，真嗬，講嚟做信用講還做得啦，繼續加油，這個有機會多來，嚟表演啊，冇失傳的，謝謝。然後來看分數，係啦，好，謝，看分數來，陳登都嘅分數。好，96分，哎呀，分數一好，謝謝，平時先生，謝，大家哈，謝謝回座休息，來殺下來，分擂台吹什麼吹吳義珍帶來羅山歌，來彈過啦。
轻点心开天佛坛将来惜早见送亲真气候哦！很基本也一组的呢。哎呦，对，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很鲜艳，很鲜艳，嘿，对呀。唐公爷他已经怎样？周先生哎，周先生哎，去年有拿到新传是歌谣嘞。哦，歌谣嘞。古宋我哋阿朱婷的罗英老师做嘅助教。哎，同佢學習，英先生嘅高圖就出嚟。哦，即如果英老師沒空嘅話，佢就嫌去搞啊。響藝推課，哎呀，真係啊！係啊，我學習慢慢地來。哇！係要傳承啲客家嘅精神。咩突然叫他去表演啊？有，表演咩有出過去表演。還有出過去表演哦。以前有去。給澳洲哦，咩英老師帶你？哎，真的哦，還用正經表示哦，正經高圖。明年咩規劃啦？明年我去南非哦。其實當然最有啦。客家飛那最有客家飛。對呀，當然最有，就是因為啊，以前所以全部都停擺。係啊，你還冇辦法啦。對呀，希望明年就有機會好去啦，今年就好。
今年就跟你美国咩有请来去表演，但是我想哇，去表演，因为你去可能也隔离，这片可能不是的，但是你做呢又还要隔离啊，是不是因哈？对呀，所以变得麻烦，有些麻烦。对呀，所以没会过啦。一定要过啦，这是时间的问题。过头大家就看冇人讲的。系啊，好好准备啊！啲人哋嘅军队，家一冲上国没清好。有啊，那有一场。就互相传承啦。互相传承下去。好，按你冲突的呢？冲突来唱一下那个。奇怪先生。好，来，下奇怪先生来讲一下哈。讲一下。好。安尼吴义珍小姐今日带来一个乐山歌啊，哈，既然做先生个啦，歌词是一个我写下迄个庆贺的事情啊，一个乐山歌啊，当然人家讲唱法千多，有乜个4325225，也有人讲43，哦254325就做得，所以啊，我以为讲也样嘅唱法冇相干，但是按唱歌一般来讲有上下韵也一碟一天都做到嚟，因為當然啦，唔講藝樣係來唱冇相干，山歌嘅同時已經加嘅李文芬先生，而家有講過嘅啊，隨口人來唱出嚟啊嘅一樣山歌嗬。比如來講啦嗬，人家講頭擺神法啊，千件線，開啲貨攤削揸件。也可能學揸嘅一般人會唔知講乜嘅意思，我同大家講下一樣嘅呢，因為佢河壩中也講唔多山那當個中，佢都棒棒轉來以後，冇條佢揸件去削鐵，佢除咗面劈鐵以後，揸件去削上來，真有辦法削揸皮，揸撳揸係嘛？撳揸對，一般農家人。一天我中就會撳渣，因為以前啫嘛，我出街就有用的。至於講呀，聽一段嘅歌詞，我就嚟講下啦嗬。奉獻現代後生人，佢講為人之好送錢。當然這樣唱唔係講做唔得，邊個奉獻奉獻也就變嘢呗，現代後生人啊，再過來為人之佢邊啲講雙嘅語，有啲人為人了之啊，好送錢啊！我因為按樣行你口堂，樣板講咧，呢個為人之留奉獻。奉獻當然係要講個幾用4325來唱嘅話，佢也天意數佢用2543來唱，也做得。所以我山歌係多變化東西啦，就講最主要係上下要分到當清楚。不然彈講唔係哦，人上韻同下韻差唔多，就變咗講冇乜嘅變化，冇乜嘅變化冇嘢樣。所以我講一嗰啲東西講人唱隨人唱，唱來好聽千重要尤其也其自己本身做宣傳時，嗰時也會啥。我想，以後也有辦法再繼續傳播你自家學生嘅，再唱下去哈，當好加油哈！係啊，這樣子，係啊，我本身自己都要好好的更加精進。因為搞年個做唔得搞唔錯嘅，對不對？有嘛變化？對呀，係啊。其實呢係歌詞像啊媽媽啦，佢透過。其實開貨單咧，為咗賺錢，學太細。甘蔗學渣劍嘅係，因為透過有嘅牆皮嘅甘蔗嘛，嘅台糖嘅嗰啲樹啊，都山當都削好咧，一擺擺太好，將徛喺山下。台灣人真係艱苦過來，所以係上到媽媽家寫出來嘅歌詞。呀，現代人真係太幸福。車先生講嘅也錯啦，個時代冇強樣嘅，沒有那樣嘅意思。對，車先生講嘅一天冇唔錯。天錯係錯嘅。是夢先生攏係解釋咯，什麼。係啊，來，你看下來看分數啦哈，看一下吳義整嘅分數。
哎呀96分，哎，96分，平分，好，替组织平分啊！啊，恭喜安志生，好，恭喜！哇，有七个要下果子，太七个都见了见青浦吼，沙下落也比唔伫七个下嘛，听错个七个下，哎呀，农业区的李文芬带来三果子，来，躺下啦。千流水来口啊，冲山流过那，向润就到了边啊，满山流水那。好重吼，好重吼！两位主持人好，好重。没有跟着老嘅听嘅有两天很给学长，邱连青哦，哎，他刚好演给学长。交通大学，我只是想沾光。我沾你的光好不好？哇，最近要出专辑了。嘿哦，那准批哈，准批，嘿嘛，有啲个是准批，有想法，动到想法係，我啲想定定啊，又開始做咧啦，又開始做咧，因為我感覺客家山歌真係該從該三台條吼，係一件當奇怪嘅事情咧。作品專心就嘅概念啲啊，是真寫嘅新嘅歌詞真丟定落嘅真丟定，下創就該山歌，山歌原歌愛唱流行歌，要真新嘅山歌出來讓唱。新的山歌，新的。你的意思係講除咗三台調以外，第四台調，哎樣，第五台調，
其实唔係講提時停嘅個觀念啦，因為三大調本來是認為比賽讓停兩張名次嘅，其實唔係冇三台調兩張名次，因為比賽放片區隔開來，所以讓要三台調兩張名次。其實同時都講安尼係就係台灣山歌。台灣山歌佢原歌係從而這概念，佢係從流行歌咁樣。真有新嘅山歌做出來，比如講頭擺人做到葉友青啊、開淡歌啦、掛子音啊，稍微了冇人做了都新嘅山歌出來。以前歌係撈流行歌強用，見有新嘅歌嘅。那等你哦。請其他喲 ，OK 哦，OK 等你哦，好哦，好不好哦？是哦，這不是創作的流行歌曲哦，創作的新的山歌，新的山歌，新的哦，等你哦，做得其他一下，對，所以咱先談一下這王峰主席上，個大字報下一條錢啊，看冇。好，你個文份哈，佢頭先講嘅啊，我知道我講嘅咩有按個想法哈。唔過頭擺嘅山歌，見有冇按到山歌，山當唱嘅歌，哦，按到山歌。韓國呢頭擺嘅人吼，真辛苦，又冇天師。有的人連個奶油都冇，所以講佢哋都冇通順啊，超尾超到人做盤嗬，鄉下來而創嘢鄉下按到個民間咧按到，你下次按到民間咧頭擺記憶啊嗬，但是講口耳相傳嘅，韓國佢都口出形狀啦，嚇，你下創嘅成個超講頭擺嘅神法故事，然後佢創出來，創嘛嗬。文份其實講，你下做你下嘅山歌，現時台無共樣嘅山歌，係咩當其他呢？希望如果愛養人咧嗬，俾呢啲後生人來傳承下去，要咩當好嘅事情。見咩呢啲文份佢創嘅。講起來四平八穩啊，按會創嚟啊，肥片，講到肥片，又要扎實啊，強人嘅強，國人嘅強啦，係嗱呢隻家啲，係嗱嗬，哦，所以講我希望講呢做得嗬，來帶頭，來創作呢下新時代山歌，好冇？好，大家加油！啊，來看一下這個本書，看一下綠文份嘅本書。真帥啊，真帥，真帥。非常多。你聽到真帥，聽到真帥，我真的聽到是真切，沒有真切沒有，真帥沒有。哦，真的哈。好，來看一下這個本書，看一下綠文份嘅本書。莫先生，66段散文，厲害，好，加油，好。其他人新的山歌啊，真的，就等他了。係啊，然後對面還有青島的前輩哦，去做田野調查，張油安島的山歌又出來。真的啊，係啊，張油安島好傳唱的歌曲，希望那個文份先生。佢創作以後創作出來的東西，有辦法本大家的傳唱，嗰就厲害。好，來撒下來呢？撒下來，嘿，擂台出5千元帶來平白。來，睇下啦。
上啊，那个竹竿东啊，皮给三根梦啊。哎呀，田园之际啊，帅哥美女，台风就会某空用真的啊，因为这经过历练的，在舞台上舒服腿，哎呀，跟舞台上的历练，你看连国家剧院都去过的，开玩笑，撒了很油嘞，很油啊，很油哦，听说你哦，我哋5月我去台中的中山堂，会跟那个交响乐团唱个祖先的脚印。那是合唱，祖先的脚印。几个是苏凡林教授作为做的一首歌音乐会，对，哦，那个100多页呢，背不起来可以拿谱，做的拿哦，哇哦，100多页，100多页的合唱曲了，就是整个就一直唱，对，它有3章，3大乐章，对，超，哎，个冲起来。哇，好震撼！哦，那当然，那跟交响乐团，交响乐团就是交响乐团那种概念。对。其实我从出道到现在也跟很多交响乐团配合过，那真的在舞台上那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可以真给某空用呢。对，哎呀，你就觉得自己好有气质哦。真的，对，还没打屁股啊。对，我觉得，然后就你又战兢兢，还要看着跟大家一起看着指挥这样。对，你个情绪要 hold 在那，系啊，做唔得跌下来，对，做唔得跌下来，系。冲起到你啊，汹涌啊，个情绪系一种享受。对，很不会用。然后真的，然后我们如果比如歌手唱完以后，然后再彩排嘛，彩排，然后歌手唱完以后，然后他们都要鼓掌，对他们都用脚鼓掌。系啊，人拿的乐器啊，因为他乐器都拿着，对不对？系啊，他没办法，跟乐器比马都喊他贵哦，蛮好玩的。对啊，有的弦乐就是那样子插弦呀用哎。对。不过跟这个交响乐团的 Happy Hop 还有那个真的在舞台上那是完全。我觉得成绩某空用。对啊，对。好啦，从首来唱民族欣赏。民族欣赏来。好，阿 Ken 有呢，我是一早以来请做是有注意到你，因为你也非常的努力，有方向的一位歌唱者哈。不论係服裝打扮也好啊，哈，全部要做到到位啦。尤其係個唱歌嘅，見到個認真。要更努力啦，像今咪雖然我來唱呢啲歌曲，但是佢咪會還會來唱高檔啊，有幾位老師應該按樣扮演來詮釋，我講認真表佢心情，他輕鬆地去唱，拿出最好嘅一面出來，時候冇按在乎講嘅唱到好啊唔好啦，我相信睇住咁咪看得到嘅啦，一直看你的努力，舞台上咪真活躍啊，真難得咧，我知道希望有機會做得啷合作，是不是先生？繼續加油哦，好，聽我哋聽分數，看下吳田元嘅分數。什么先生？这刚唱太好了，
我买缺点，冇缺点，只有零缺点。真的，哎呀，零缺点。谢谢什么什么？哎呀，好，哎，好，谢谢你。唱係專業，冇唱係專業唔敢做。我唔專業嘛。我傾係嘛。你要似假專業。講懵講啊有。哎呀，沙克嚟咩？哎呀嘅。羅泰國嘅嗬。係骨波嘅啦。誒，沙嚟，當一出一股復講帶來夜遊情調。好的，同我啦。父亲啊，心中啊，一条心哟，山东出游啊，莫归阴啊。祝福龚先生，赞！哇，声音嘹亮啊，80人聲，係啊，有辦法嘅聲音咧，嚯！我記得我第一擺聽一首歌，一條歌做人唱嘅樣。你有錢嗎？哦，就啲人咧鬧嘢打擂台，嗰樣是20館嘅比賽裏面嘅事情。我都記得，嚯！嗰樣是的張夜啦，嚯！個聲音，嗰嚇死人嘅咧，弄到嗬，係美69年時間，得到癌症。我彈山歌，所以我讓開始學山歌，我唱山歌去唱本愛美彈嘅。係哦。哦，民國69年嘅時間。哦。過後我對咗山歌上發生感情。有聽到太子唱，聽我條歌咩樣唱啊？張夜啦，你夜啦，跟這。你有錢就12條歌啊！太子家是會唱在第一條的呢？冇人唱第3條嘅啦。好，但其中所以嗌他哋改編嗬，那四條出來，忠孝節義，其中一條啊，好多流傳到而今，
牛房天意皆好心，创富出外假贫苦啊！哈，割了速度风扬情，按好个果子莫人创。哎呦，跟没流传哈，没流传出来哦。所以俺的哈人我创出来不太个。哦，去假创啊！对，也很快也把创出来，以后他个记录起来。记录起来就有人创嘞，对啦，流传下来。按好个果有12条果，他主要是创一条的，这当可惜，所以还是能演出4条出来。所以也没从俺李文本先生用，同样有爱用的精神。嘿咩，就想有乜个无空。创新呢，传承呢，创新啊！对，没创新啊，还是体机啦，改台天啦。改果子啦，改咗体机是都不能转的啊，同多按你同样的旋律，但是同果子甜落去都冇同样的意思。调一些些嘞，睇起来好好。流行歌曲咩同多啊？系啊，同样的旋律，按个甜冇同样的果子，同样啊。冇同样的节奏按用。是。唐公，之前嘛有做过嘅条路啊，营养服的吓。系啊。我没忘神以后啊，心里很空虚啊。对。满奈是求佛求神，都没有读到我师傅啊。我师傅啊，让我改邪。讲你爱用嘅时候，也没好。唔会上天庭啊，所以我是皈依的师傅，开始学诵经啊。我唔止讲我诵经，我做两个事情啊，买庙事要做啦，哈，念放生要做啦。真的啊，全部有做。其中本来最印象忘不了的，也是他，也是我的偶像之一。林展毅老师啊，怎么了？展毅老师，你也帮他诵过经？他还在啊，他还在。安度后，假拔望神啊，假拔望神啊，吓我一跳！我呛到俺去来做功德一样啊，今日佢行到個初果啊，個果名我都太叔倒塌金萬財啊。大樹倒掉，根還在，對啊，是從初開條果啊，還有個學生啊，我做功德嘅時咩學生來沖上果啊，沖上果本係白糖，所以你人假把往生做功德嘅時都講沖上果啊，所以唔係衝勁，沖上全部沖上果，你沖上果本假白糖啊，含初上果出嚟，初開條太叔倒塌。金很財啊，那一首歌所以他是我的偶像，我最尊敬的林老師。他是很多人的偶像，對，是啊，他加前邊。好啦，從所嚟唱 Chucky 嘅欣賞嚟講下啦。公平啦，嚟。福光哥，又見面了哈。我記得前2年咧哈，福光哥又到我一個先鋒班來。先鋒班，我先鋒高校班來，佢喺度創辦一啲學生嘅堂。當時我喺學生咧就感覺到個，有家歌詞同嘅有錢有冇重要，就加福光哥講過嘅。夫妻親像一條線嘛，山東出遊穆桂英，宋朝出遊楊宗保，2人稱上結成親。當然也唱得唔係冇問題，因為你將個歌詞立過來。但是就會有一種比較困難的事情，留到味道熬家是因為多少會改變，但是也不算太矮了哈。就講最基本，佢能夠來寫歌，其他故事然後立到一樣，也有錢來唱，也的精神就相當好。咁去嘗試也真是不簡單，所以福光哥加油，繼續為客家來打拼哈。是這樣。有咩勁唔唱嘅？對啊，你有辦法，其實冇辦法按唱啊。你唱哎對，那有辦法對吧？冇呀，種經驗嘅資歷嘅，唱唔出來啦。冇辦法。來，看夾嘅分數。看下顧福講嘅分數。好了。66.3分，厲害，講吧，真的，讚，太厲害了，其他就專業。
关系，哎呀，关系嘞哈。来呀，节目中专门改哦，去做下用诶，排副卡通用。沙下来迄慢人呢。零菜里含有零权非带来，买零莫买碰掉里。哦，你谈过啦。有人唱歌，有人爱演的呀，哎呀，那种可以啊，真衰，真衰，还是唱到，你唱到真衰，听到真衰，我真的听到是真切，真切，没有真切没有，真衰没有，哦，真的哈。刚那个玉贤哥也说，他一直问我说。你们为什么唱歌一直唱真衰真衰？这给糖友有凶。刚刚给他条咩糖豆？哎呀，条歌诶，啲人咧节目当中，一种替白出现呀。替白糖豆呢？系啊，之前一唱无人唱歌有唱歌吗？无人呢。冇呀，哦哟，冇啊！你是让处女秀18年来忙是糖果，替白糖真的呀，而且还真好听，真的吗？他们两个合音啊，真的，用啥搭配天衣无缝哎，对啊，原来妹妹会唱歌呢，感冒好嘞呀，感冒，
哎呀，其真也会冲啦，哎对啊，就是害羞，你懂拍谁？嘿啊，对，妹妹你唱不出你姐姐。对啊，都很好听，真的哎。没有姐姐陪我不敢。没有姐姐陪你不敢哦。对，那你以后嫁人交男朋友怎么办？对啊，怎么办？姐姐陪，姐姐陪，真的。哎，对啊，就是开心就好了。两姐妹，你看又那么有才华。因为佢从细佢就人爱强下，啊佢从小7家以上去表演，我没办法独立，没办法独立。听听那后啦，可以的，你可以。就从小就是姐姐的跟屁虫，都跟到姐姐旁边，就跟屁虫这样裙子拉着。有啊，佢都唔会打鼓诶，不过佢爱摸皮垫，佢唔会打。因为他要人家在旁边提示，让他唱什歌哦，佢就会反过来看爱，我就知道他要干嘛。他要问我说开头怎么打，嘿，然后我就会跟他说。去框去东框，然后好 ，OK， 你会打哎，他只要你点击，你的依赖心太重了。对，所以你要很给出去打鼓诶，你比赛要嘛，我做唔得。我训练佢，你去教训练，系冇？哦，明明冲都暗吼。你自己要独当一面。对啊，不然2个人只能算1个人的钱，不划算，对不对？这样吗？你要当然了，学习独立啊，自己要成长啊，要长大，对吗？我会试试看。对呀，你不能永远拉着姐姐的裙子，万一把裙子拉掉怎么办？你有这个实力啦，不是强啦，嘿冇？哎，冲牙仔强用按理会，是独当一面。对啊，好棒，真的好棒。对。哎呀，风烛欣赏，本来你后上的一条建议。好，来，猜的两姊妹哈，欣赏好，嘿，赏识亲奖，伊哋遐唱了首歌呢哈，大家好少唱歌，我讲有咩当喜欢呢首歌，嘿。禮拜我有出教材，第八度也有兩首歌。兩首歌係太六個小調。佢詞曲創作人咧，按到莊君坤先生。莊君坤先生。係，韓國咧第三段兩段啊，嚇，就係你下期車去過，你咁樣講冇車過去啊？咩過去先生哦？我咪影響到。我嘅孫女咪都喺講咧，叫謝國旗老師啊。你先生改名好咧。所以講嗬，你啊三團咧結合嗬，我感覺真好嗬。韓國佢兩曬賞識動獎，尤其係佢嘅合演嘅位數嗬，豐富了曲風。我感覺一樣合演當嗬，佢兩曬按配起來嗬，做得講天衣無縫啦嗬。韓國咧聽起來佢兩曬有將嘅兩首歌詞嘅感覺。嘅感情又變落去，按聽起來就會真好聽嘅感覺，有感通到嚟，所以講兩姊妹啊，多多帶通咧，唱而按後生嘅聲音啊，來出來唱咧客家歌，你唱客家歌來傳傳客家語，樣嘢是會動客動針，樣嘢啊，希望你兩曬。多多嚟加油，係啦，加油先生，安子 C， 謝，加油啊，群飛加油啊，太棒，嚟開下夾嘅分數，開下連齊呢係有連群飛嘅分數。67分，恭喜！谢谢，亲国分呐！你看，这是我们客家未来的希望啊！未来嘅希望。哎呀，谢谢。我猜你还有群回做消息。哎呦，好了，安尼。吃到唱起什么嘅吹分数高？干嘛？哈？干嘛？唔系啊。闹热吹，288.6分。哎。擂台吹係290分，唔怕啦，你看好男不跟女鬥，好不好？我們就讓女生啊，哎，下禮拜有機會再過來搞下咧，好唔好？好，歡迎大家。好啦，今日安尼節目哈到這裡告一段落啦哈。係啊，安尼迄好唱歌嘅朋友哦，急來報名啦。打電話來6966667啦，還有傳真電話2777823等大家打電話。波都我唔記得啦。好啦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因為咧，阿咪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，謝謝，辛苦咧。是某兩區好朋友。
什么小康情商，还有没有最情商？辛苦了，老师，辛苦嘞，谢谢。什么烟囱的广东语，辛苦嘞。好，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的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冲下来，拜拜拜拜。